你好，今日我哋要匯報嘅 app 係一個新聞朗讀嘅 app。首先呢個係佢嘅首頁啦，喺頂部有一個調校光度同埋暗度嘅按鈕啦。呢個按鈕係用嚟更新新聞嘅。OK，更新完，跟住我哋可以輸入啲關鍵字到上邊呢個搜尋欄度，搜尋一啲你感興趣嘅新聞啦。我哋有做新聞嘅分類嘅，有6種咯，係六種，係六種，同埋你嘅收藏新聞喺呢個小記者成長版上邊有記錄你嘅經驗，你嘅閱讀咗幾多篇新聞，貼咗幾多個新聞到個牆，同埋連續用我哋嘅 app 用咗幾多日都有記載。跟住下邊係啲新聞，你可以收藏，咁你喺收藏夾度就可以揾到啦。當然我哋可以取消咁就消失。我哋當然可以貼個新聞到個新聞牆上邊，跟住或者係分享新聞都 OK 嘅。跟住我哋閱讀咗好多篇新聞之後，上翻去頂部撳呢個掣，咁就可以翻上嚟啦。接住落嚟，我哋介紹呢個新聞小天地，有4個部分。我哋首先介紹呢個新聞員，呢個新聞員嘅界面，佢係設置啲新聞嘅來源。你想例如呢個，你想佢呢個重點新聞，你想獲取相關嘅新聞，咁你就開住啦。如果唔想咁就關啦，都 OK 嘅。有好多種嘅管理新聞啦，有大中華新聞啦等等，英文都有嘅，即係國際啊，咩 local news 都有，可以教你想，你即係想睇英文新聞，咁你就借開啲英文相關嘅新聞源啦。當然我哋可以恢復設置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介紹呢個設置。呢個設置首先係界面語言由默認簡體中文，我哋係可以用繁體中文啦，可以日本語啦、英文啦等等啦。跟住落嚟，外觀同埋閱讀，我哋首先呢個背景顏色淺色或者係深色都 OK。字體大細咧係實時嘅，你較大佢就即時變大，你較細個字體就即時變細。呢兩個按鈕係用嚟穩定你嘅 app 嘅，唔會比較力咯。喺個閱讀模式，我哋有3種：標準閱讀、專注閱讀同埋圖文優先。同埋語言設置，即係語言個編號啦，你可以教粵語啦或者英文。我哋呢個新聞朗讀 app，佢可以有啲相關設置嘅，例如係撳咗呢個按鈕先會有朗讀嘅 button 出嚟啦，或者係你自動播放，你撳咗呢個按鈕，咁你跳到去下一篇文章，佢就會自動播放。喺朗讀語言方面，我哋有好多種，英文啦、中文啦，跟住日本語啦、韓國語啦等等。語速同埋音高都係同上邊嗰個字體大細一樣，都係實時嘅。我哋比較特別有一個就係兒童內容屏蔽，即係有啲相關比較敏感嘅內容，可能兒童唔適合睇，或者係唔適合生成一啲圖片俾佢哋，咁就撳呢個啦，保護啲兒童。呢個係跳到係啱啱嗰個新聞界面，同埋我哋可以清理收藏嘅新聞啦，同埋啲新聞記錄等等。最後就係呢個新圖
API 都可以自己自定義嘅，即係可以用其他你覺得比較流暢嘅模型。跟住我哋翻返去首頁，我哋隨便揀一篇新聞啦，呢個啦。今日重點，咁特朗普稱中方承係啦，諾將購佢會落到，買大量美國產品減。因為有啱先我哋撳咗嗰個自動播放嘅按鈕啊，我哋可以複製成篇文章嘅內容，可以查看原文，即係新聞嗰個播放嘅機構，例如係呢個香港電台網站，係啦，呢啲我哋翻嚟呢度，呢個我哋比較特別嘅功能，可以生成圖片啦。呢個可以用嚟為啲兒童比較清晰咁向佢哋講解呢篇新聞講啲乜嘢。同時呢個圖片唔係只係得一張嘅，你可以重新生成嘅，有啲耐。我哋睇住呢個模型先啦。個模型有唔同種類嘅，有動物啦，有太空啦，有科技啦，一般啦，都可以旋轉嘅。好啦，呢度睇到可以重新生成咗一張新嘅圖片。我哋同時有呢個新聞小導師，有6種快捷嘅按鈕，可以俾我哋互動。例如我揀一個小測驗，跟住要佢讀出嚟。小測驗，這篇新聞最先要記住乜嘢？A. 跟住調字。當然啦，唔止係嗰啲按鈕嘅，你想打啲字啊都 OK 嘅，想問佢啲乜嘢都 OK 嘅。有個發送按鈕，打完之後，如果你想即係喺個界面，你想聽下一篇新聞啦，咁你就向右滑，咁撳掣都 OK 嘅，唔同種類新聞啦。今日重點，都係自動播放赤柱致命意外工程屬政府認可承建商當局跟住按。你睇都係啲圖片啦，都係新。跟住我哋嚟到呢個新聞牆，呢個新聞牆首先呢個位置係啱先我哋第一篇嗰個新聞貼咗上嚟啊嘛，貼咗上嚟，跟住你就可以睇到啦。跟住如果你想直接跳翻去嗰個新聞上邊，你就直接撳呢個新聞，咁佢就會彈翻到嚟呢度啦。OK，如果你想刪咗佢，咁就翻嚟撳呢個叉，跟住就可以移除咗。我哋有呢個重置視覺啦，即係你拉到最下邊，我想翻上去，咁撳呢個，或者係排列你個新聞，即係如果你新聞好多啊，你想整潔啲，咁就撳呢個掣啦。下邊有一個成就嘅，你初次閱讀同埋你閱讀咗5篇呢啲成就。OK，我哋翻嚟首頁之後，先仲有咩未介紹？哦，呢個記錄，呢個新聞，呢個歷史記錄，啱先跳過咗，撳翻嚟，跟住你就可以睇到你之前讀過咗咩新聞啊，係咯。如果你想齋清空你個訪問記錄嘅，你就撳呢個掣咯，就清空晒啦。當然呢度都有啲搜尋啦，搜尋你之前讀過咗啲咩新聞啦。今次我哋嘅新聞 app 就匯報到呢度，多謝。